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咁咧，星期三咧，我同 Simon 李世民咧做咗一條片咧，係講緊咧係湯文亮。我之前2日形容佢係叫人衝自己鬆啦。咁而最新亦都見到咧有報道提到啦，湯文亮自己喺陽明山莊嘅豪宅咧，自住嘅豪宅都決定放售啦。講緊係叫價2億，咁呢個動作係咪都係進一步代表去睇淡樓市呢？而調翻轉相反理論，係咪當最後一個大好友都轉態嘅時候，樓市可能就會咁樣見底呢？咁我同Simon喺片段入邊都有唔同嘅分析㗎，咁希望大家呢係有機會啦，都會睇翻相關嘅片段喺李世民嘅財經頻道，咁多謝大家支持啦。咁另外呢，喺星期三當日呢，我亦都做咗一條片啦，係講緊中國呢釋放咗美國嘅美資嘅盡職調查機構美思明哲嘅5名中國員工，咁似乎亦都釋出咗呢一啲係對外資企業嘅一個表達良好意願嘅一個態度啦，講緊係希望揾外資。咁亦都有朋友咧喺片段下啲留言咧，話希望其實而家冇咗有線中國組啦，咁似乎咧要接觸中國嘅財經新聞機會都唔多。咁希望我可以多啲講咧內地嘅財經新聞。呢個我自己形容都幾糾結㗎，因為咧其實過一段時間我都試過係講一啲內地嘅財經新聞，咁但係實際上真係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咁如果大家係希望未來可以多少少呢啲相關嘅內地嘅財經消息呢，亦都歡迎喺下低留言，咁我會一次過睇呢，再決定係咪會加翻啲內容講中國嘅財經消息。咁今日咧，所會都會想講下咧，其實講緊我哋過去呢幾個月咧，恆指大幅反彈啦，由舊年底講緊10月11月，恆指18000點，而家上翻24000、25000都嚟啦。咁好似沈大師講，我哋30000點不是夢啦，甚至可能係咪會高見40000點呢？咁變咗成個金融市場呢，其實係相當之活躍，咁成交亦都好似港交所自己形容啦。而家日均成交由舊年嘅1000億，亦都已經上到千幾，甚至有幾個交易日去到2000億。咁就係似乎成個金融市場呢，係咪真係翻咗嚟呢？咁但係我哋又見到咧喺坊間上咧，就市民亦都唔太感受到咧今次金融市場反彈股市帶嚟嘅所謂財富利好嘅消費效應。咁到底背後又有咩事發生咗呢？我哋最新見到咧係彭博有報道形容啦。即使係一啲外資大行而家都唱好翻香港股票市場，但係實際上佢哋身體最誠實，似乎咧過去一段時間咧，呢啲外資大行咧都係持續減少緊咧佢哋相關嘅員工數目，都係做緊一啲裁員行動。我相信即係喺中環翻工嘅一批即係金融界嘅朋友咧，應該都好清楚噶啦。咁而彭博根據證監會持牌記錄嘅分析咧，係發現過去12個月咧，包括係瑞銀啦、發巴啦同其他跨國公司咧，有40個前嘅銀行家咧都轉職咧去到中資嘅券商嗰度工作。咁似乎咧背後反映咗咧係中資咧真係崛起啦，取代咗呢啲外資行喺香港嘅所謂國際金融龍頭嘅一個位置。但係調翻轉講咧，呢啲中資嘅金融機構咧出手咧，又似乎比呢啲外國大行咧低手好多啊！講緊咧個薪酬咧，比起跨國公司咧，中資行係低3至4成。咁以譬如一個瑞銀高級董事總經理嘅基本工資為例啦，講緊可能係平均都有50萬美元㗎，講緊呢係可能300幾400萬港紙。咁但係中金公司嘅基本人工呢，大概只係得30萬美元，講緊係大概200零萬。咁似乎呢真係相差咗3-4成。咁呢個都反映緊呢，其實係即係中資行過去一段時間呢，雖然係喺香港呢係大幅可以話係擴張啦，包括大家知，譬如頭先講嘅中金啦，以至係華泰啦，以至係富途呢啲啦，咁加上咧就仲有譬如頭先講嘅就係中信里昂啦，亦都係即係擴張咗唔少。
咁但係咧佢哋吸納嘅員工咧，其實嗰個薪酬咧，比起外資大行咧，的確係低3-4成。呢個咧都係一個幾殘酷嘅現實。即係如果你想保住份工咧，似乎都要接受咧一個相對咧係比較低啲嘅薪酬。而早前亦都有消息啦，路透引述消息講咧，投資銀行美銀咧，亦都係計劃咧係重組業務之後咧，可能會裁走咧大概16個本港嘅投資銀行家，相當於全球嘅裁減比例咧，約係1成㗎。咁主要咧都係涉及一啲初級嘅銀行家為主啦。咁今次咧已經係美銀今年內咧第2次嘅裁員行動啦。之前喺1月咧，亦都有裁減部分嘅員工啦。咁有指咧，成個團隊受影響嘅員工比例咧，大概係1成左右。咁而另外《華爾街日報》早前亦都報導啦，高盛正係就年度嘅計劃進行裁員行動啦。下輪嘅目標咧會係一啲副總裁職級別嘅人士。咁而摩通咧早亦喺2月份咧裁減咗少過1000個職位。咁你見到咧，其實呢啲大行咧喺香港股市雖然有大幅反彈嘅情況咧，仍然都係寧願咧係削減人手。我相信背後有2個理由嘅。一方面咧就係呢啲外資大行咧，其實喺港股個配置咧仍然係相對偏低嘅。高盛之前咧曾經做過一啲統計啦，講緊係外資機構喺香港嗰個股票配置咧比例仍然係大約係只有1成，比起歷史平均大概2成嗰個比重咧，仍然係相差一個幾大嘅距離。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似乎因為人工智能 AI 嘅興起咧，亦都的確真係可以減省到咧唔少不必要嘅人手開支。咁呢個咧其實喺之前我都有條片講過啦。星展銀行全球亦都係計劃裁減4000個合約員工。咁呢個咧正正就係佢哋用緊 AI 咧可以取代呢一個部分，而且受影響嘅唔單止係講緊投資銀行家，甚至乎係好多講緊涉及金融活動嘅一啲法律界人士啦。根據法律界立法會議員林新強嘅研究咧，其實唔少喺香港同內地嘅外資律師行咧，都係繼續減少緊人手嘅。佢形容咧近年香港法律界嘅市場咧係進入佢30年嚟咧係表現最差嘅，有年輕嘅失業律師咧更加失業超過1年。咁呢個背後都反映咗咧，雖然股市興旺，亦都 IPO 香港舊年重返全球排名第4，咁但係香港金融市場真係受惠到嘅員工或者係金融精英呢，其實唔係太多，而且我哋亦都陸續見到呢，其實係外資呢係進一步撤離香港。譬如我哋講緊加拿大安大略省嘅退休基金呢，亦都據報呢會關閉喺香港嘅辦事處。講緊呢，佢嘅員工呢一部分呢香港會調去新加坡啦，其他就會裁員啦。咁截至舊年嘅年中呢，呢個加拿大嘅安大略省退休基金呢，講緊個資產規模呢都唔少嘅，講緊呢係大概1.4萬億港元嘅。而佢哋嘅員工數目呢，由22年9月嘅35名呢，已經係進一步減少啦。咁當全面撤出咗香港之後呢，咁相信就會全部係裁走咗。咁呢個加拿大安大略省退休金呢，如果有啲年資嘅朋友呢，投資者呢，都會其實都久仰大名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呢，之前好多譬如一啲配股嘅活動啦，啲新股嘅活動啦，呢個加拿大安大略省退休金呢，其實都幾重手咧，係參與港股嘅活動嘅。咁但係而家佢自己就表明啦，因為會優化呢啲地方業務嘅重組啦，將會係通過新加坡同孟買嘅辦事處呢，係進行亞太唔同地區嘅投資安排。呢個正正就係我講呢，其實而家喺全球化之下呢，要投資一個市場呢，實際上係咪需要喺當地設立辦事處呢？如果係一個即係遙距或者一個 remote 嘅一個控制呢，其實已經係好容易將自己嘅資產呢分配到全球市場。香港嘅投資者過去2年呢，大家都好活躍參與美股呢，相信都好明白呢個道理。咁但係講到最後呢，而家我哋見到話股市咁暢旺，又話東升西降，咁其實喺咁嘅背景之下，
點解金融機構仍然係好難去即係做出一個即係咁增加人手嘅背後嘅理由呢？咁我相信一方面地緣政治始終係有一定嘅掣肘或者限制啦，因為而家譬如美國政府都曾經落咗一啲投資禁令，係講緊一啲可能係對沖基金或者係一啲退休基金未來要投資喺香港市場，佢哋認為咧係一個敵對勢力啦，其實咧都會受到掣肘嘅。所謂一個即係基於國家安全嘅一個考慮，咁呢個咧無疑亦都係令到呢啲外資大行咧係咪即係願意去喺香港增聘人手咧，都會係多咗一重國家安全嗰個考慮。咁呢個咧亦都係冇辦法之下咧係會影響到咧香港金融市場一啲員工嘅招聘。咁而且港股係咪真係可以持續到嗰個升勢？而家去到24,000、25,000點啲水平，有啲大行講緊嘅年度目標呢，亦都係大概係呢個水平。到底再上係咪真係可以去到3萬甚至4萬點呢？咁呢個大家自己呢，其實都應該心中有數㗎啦。好啦，今集我哋分享講到呢度，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嘅節目內容啦。未訂閱嘅朋友希望可以訂閱，大家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聽日再會。